靚仔，你老細呢？邊個啊？整蠱專家。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膀胱過度活躍症、老公出軌。你係邊個啊？你唔好埋嚟啊！我打你㗎！早晨，我就係人稱玉樹臨風嘅整蠱專家。原來係你，你都算大整蠱啦！失禮，慚愧，唔係點做整蠱專家呢？我哋嘅對話由而家開始計時。唔好嘥時間，件事就係咁，清唔清楚先？清楚，你老公晚晚鬼鬼祟祟咁去好耐廁所，你懷疑佢同第二個女人傾偈，你想離婚前俾次機會佢，就揾我嚟整蠱到回頭是岸啊嘛，冇問題。吓？真係咁厲害？真係咁厲害？吓？呢個計劃我諗住收你30萬，包你老公黐線。咩話？30萬？唔好咁勞嘈，飲杯茶先啦。你而家係咪有啲急尿呢？你點知㗎？因為你飲咗杯利尿茶啊嘛。嗰50萬整蠱費點啊？咩50萬啊？你即係屈我啫。喂，我放我出嚟喎！我而家就要你感受下男士因為前列腺問題而導致尿道好似而家咁越收越窄。吓？關咩事啊？而家點算啊？咁你老公夜晚去小便去得慢，又關出軌咩事啊？其實男士小便慢、尿急同夜尿都屬於下尿路症狀，可能同前列腺或者膀胱嘅疾病有關，例如良性前列腺增生、膀胱過度活躍症，甚至係前列腺癌㗎。當中咧，良性前列腺增生係一個好常見嘅疾病。香港50歲以上嘅男士有一半都有良性前列腺增生嘅情況㗎。但係佢真係去得好密、好耐喎，急又點會慢慢去呢？太太，你頭先都感受過㗎啦，個尿道咁窄，屙小便梗係會又慢又冇力，滴滴仔㗎啦。有時要企喺度一陣先屙到小便，甚至咧膀胱滿晒都屙唔到尿㗎。吓？醫生，咁有冇得醫啊？當然有，仲有好多玩法，唔同嘅醫法添。患者咧可以首先用藥物治療先，如果唔得咧，就可能要用到手術啦。除咗傳統經尿道切除前列腺嘅組織之外咧，而家仲有好多新型嘅手術㗎。提拉術，即係將用記憶合金整成嘅提拉環拉開兩邊前列腺組織，就好似你想鎖住你老公個心一樣，鎖緊兩邊增生咗嘅前列腺組織，咁咧個尿道就會闊晒㗎啦。而提拉環咧之後會繼續限制前列腺組織嘅增生，減低復發機會。而過程咧係唔會加熱或者切割個前列腺㗎，咁手術風險亦都會較低。水蒸氣熱力治療，將水蒸氣打入前列腺，消融咗個前列腺組織，會俾身體慢慢吸收。激光前列腺氣化術，氣化前列腺組織嘅同時，仲可以控制出血。到底你係整蠱專家定係醫生啊？係玉樹臨風嘅整蠱專家。